我細個聽到嘅 VS 實際上2。睇住揾笨柒，睇腳啱乜柒，睇腳揾笨柒。咁咪笨柒咯。係咧，呢隻咪幾多點啊？係咧，有咗真添，隻咪幾多點啊？我那會是公主，沒有預算但我高貴。我那會是公主，沒有預算但我高貴。你有冇空啊？我以天為證，跟你帶領。我以天為證，跟你帶領。我劉晶。不想跟妹妹拍拖，不想跟妹妹拍拖。唉，錯撚晒嘅全部都。大家如果都有啲細個嘅時候聽嘢聽到錯晒嘅例子，不妨留言分享下。我係阿添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